好，蛇年嘅朋友有好有唔好，好嘅吉星就係有6分，6分嘅啫，6係代表錢咁所以佢嘅事業同財運應該都唔錯嘅。咁即係做生意都會幾好啊？其實呢一個嚟講咧，打工會好過做生意，因為6分咧就係講緊咧一啲老細俾一啲獎項、獎牌、獎杯嚟獎勵一啲員工嘅咁跟住咧有一啲咁嘅讚美之後咧就會得碌，就會得錢㗎啦咁樣。好啦，其實咧仲有一啲唔好嘅星嘅，留意住啦。唔好嘅星就有病符星喎。你好似有個屋企人係咪屬蛇㗎？我屋企人有屋企人係屬蛇㗎，咁其實佢健康係點？因為年紀都咁樣嗱，病符星本身嚟講咧，其實咧係一啲唔係話好嚴重嘅病，係一啲小病，咁小病是福。不過因為咧唔同嘅年齡咧有唔同嘅流年嘅黑應嘅，咁可以咧揾我開個命盤，慢慢同你分析啦。好啊，師傅。情問題嚟講咧，因為佢已經咧喺2025年犯咗太歲，去到2026年就冇犯太歲嘅。而成年嚟講，亦都係4逆碼嘅其中一個我得頭，咁亦都係講緊咧係會係出外咧係遇到一啲異地嘅朋友可以增進感情。咦，師傅啊，佢同屬馬一樣喎，都係喺異地有出現感情。咁蛇同馬咪可以大家一齊出去，咁咪互相其實可以對咗對方咯。可以咁咪仍然做呢樣嘢咯，可唔可以咁講啊？單身啊，其實可以3人行啊，因為咧蛇、馬同埋羊係一個三合啊。大三合好，突然間啲男男女女產生咗三角嘅，即係千祈唔好有三角。係啦，清晰好。